聯合國法姆調查團當地星期六離開敘利亞，抵達鄰國黎巴嫩貝魯特機場。調查團會帶同喺大馬士革市郊取得嘅樣本送到海牙化驗，2星期內確認當地係咪發生過法姆襲擊。外界推斷美國喺調查團離開敘利亞國境後，隨時會發動轟炸。不過美國總統奧巴馬較早前表示，暫時只係考慮採取有限度軍事行動，亦未定出兵嘅時間表。Commitment. We're not considering any boots on the ground approach. What we will do is consider options that meet the narrow concern around chemical weapons, understanding that there's not going to be a solely military solution to the underlying conflict and tragedy that's taking place in Syria. 國務卿克里就公開評估報告，指敘利亞政府軍精心策劃上星期三向大馬士革12個地區發動化武襲擊，合共造成至少1429人死亡，當中426個係兒童。克里又宣稱喺襲擊3日前，華府已經接獲情報，批評敘利亞政府觸犯人道罪行，美國必須懲罰。敘利亞政府隨即反駁，指克里嘅報告係捏造。法國總統奧朗德揚言，下星期3前會對敘利亞動武，但英國同北約相繼表明唔會參與軍事行動。另外，敘利亞反對派武裝分子再喺互聯網發放片段，指責政府軍今個星期初對第2大城市阿勒頗市郊一間學校發動燃燒彈攻擊，造成多人死傷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李學文報道。